细拍火哪咧倒，细拍火哪咧倒，若无去互泡花，到尾也忍耐吼，叫大起来，就救袂做转来。两叶不起，相用夫科，一张枪啊，但咧起2秒尔，打死2秒尔，这个时阵若无来点掉，叫大张起来，要看一张枪啊，遐尼大张，到尾要甲车祸倒，爱做啥？爱用波头。就是讲呐，表示咱人的心念，伊个重要性在初期的时阵，赶紧甲伊行落来，爱照顾好势，莫叫偏差。那么咱要如何善用心念呢？爱照过心情。你有心念，我嘛有心念，到尾是毋是咱照过这个心情？用我的念头，借着我的念头来照过心情，